日嚟咗一台香港100年嘅卡宴進行全方位運動化升級。從外觀到細節，煥發全新鋒芒。複刻版 Turbo 包圍精準貼合原車線條，賦予卡宴更凌厲嘅跑車基因。搭配 TKT 高性能前後唇，唔單止提升咗空氣動力學表現，更增加視覺衝擊。輪毂升級高端亮黑色，深邃質感同車身形成鮮明對比。Turbo Nut 專屬車標，細節決定品質。運動氣息瞬間拉滿，低調彰顯身份。獨特分黑尾燈營造神秘高級感。當夜幕降臨，西裝暴徒獨特個性立即展現。從施工過程到完工終檢，我哋始終堅持高標準工藝，確保每一次升級都經得起質量嘅考驗。港珠澳保時捷服務中心為每一位波子車主提供專屬嘅細緻化升級體驗。